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台湾总统大选剩10外天，但是你敢知影在韩国，因为在野党的主席去互挂颔棍。韩国的在野党的主席去互挂颔棍，因是亚大雕小吵闹气出，那么因的经济嘛是袂顺，偏偏 GDP 阁输互咱台湾是真忧闷。咱今仔日来看韩国，来照镜看咱自己台湾。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湯小成，大家好。咁第二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正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原治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高教授，觀眾朋友大家新年快樂，平安安安。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件代志。在南韓呐，因上大的在野黨黨主席李在明在釜山，那麼行這個行程的時陣，去互一個查甫摕刀來攻擊伊的頷棍啊，隨老火倒落去，目前無性命危險。這個嫌犯呢是假先咧做支持者，挖緊了伊了後才來動手。不過到底是安怎犯案，攏唔肯交代。接受調查的時陣，嘛干那承認講，伊是故意殺人。在當天來行進程，南韓共同民主黨黨主席李在明，隨日早起去釜山訪問中途，煞有一個查甫人雄雄行過來，手舉30公分長的兇器，直接攻擊伊的倒頷棍。李在明隨時就向倒佇塗骹，扛出伊老血不止。現場的人隨時甲指揮急救。1點鐘來，就用救護車甲直升機，甲送去釜山大學病院治療。根據韓媒報道，李在明送醫過程意識清醒，性命狀況良好，空喙大概1公分寬，不過哪像傷到頷棍來靜脈，煞接用直升機轉送首爾大學病院。李在明當接受媒體訪問時，當要行去坐車的時陣，就被攻擊。嫌犯偷抵李在明後援會頭棍，拄防了的時陣，佫咧滾量。推測是伊假影要討簽名、趁機會攻擊。目前，這個60幾個查甫人當咧釜山江西警局接受調查，按佢全程行使點水權，行凶的動機佫無法度確認。李在明原本的計劃是訪問釜山嘉德島新機場用地了後，就要去慶尚南道甲前任總統文在寅見面，因為發生事故，行程已經取消。這個事件嘛引起朝野譴責。總統尹錫悅下令相關部門趕緊調查，承諾會提供李在明醫療資源。公視新聞牛眼編譯。咱睇看這個新聞大內面吼，你有看到這個現場？雖然講空嘴敢若只有1公分啊，爾，嘛是真驚人啦吼。這個韓國的這個民族性吼，你當在這電影、這個新聞大內面看，咱先來看講這個李在明哦，何方神聖吼？伊曾經吼在初選的時候，輸給共黨的。即文在寅，哦，輸互共黨的文在寅啊，選後伊呢取得伊國會勝利單獨過半，哦，你哋最近攏聽到單獨過半吼，這第二個，2022年的時陣，代表參選總統25萬票之差1%爾，輸互因的國民力量黨的尹錫悅，吼，這是上要緊，但是。伊個在野黨的席次177席，執政黨112，哦，差有夠多哦，吼。另外，你來看伊哦，重大的爭議哦，23年的時陣8月31，情遭絕食，哦，抗議排污水，哦，啊講哦，尹錫悅嘅吼，政府應該就民生問題向國民道歉，愛改內閣。那麼9月18的時陣哦。哇！檢方以貪瀆、受賄賂，吼，你要甲逮捕。但是呢，國會已經通過講，好，我互你逮捕。但是去甲即個所有地方法院的時陣，駁回個檢方的即逮捕令，啊，刷落來你就看到啦。2024年1月2號，李在明在釜山，吼，
去用插掉。这个看起来吼，因这个国家政治吼，因的纷扰吼，无比咱台湾较少呢吼。同意的，你安怎看讲？当然韩国有韩国的国情，台湾有台湾的情形啦吼。你安怎来看这个韩国即马目前，因为伊这看起来拢是甲经济、甲政治、甲南北韩，甚至甲美国。所以，阮今仔日吼，四位也有国际学院的，也有这一研究着两岸的，也有做经济吼。所以，请请这个院长，你来讲看卖，这到底李在明伊即摆目前面对的情形是啥物？我看到这件代志吼，我就想到迄安倍晋三。哈，安倍晋三嘛是安尼啊，这都是意外事件，就是讲，即马伊个即个凶手。互人抓起来，伊啥物拢唔讲，伊讲我要保持缄默权，啥物拢唔讲，人伊敢若讲尔，讲我袂互伊死，伊敢若安尼讲尔，是安怎？为着啥物代志，拢唔讲啊？这就互人起疑，就讲伊即个人到底是安怎？到底是安怎？讲要做出这款的代志啊！那么头拄仔你讲的李在明哈，李在明伊是即马讲是左派啊，即马这个现任的尹锡悦啊，尹锡悦是右派啊。以前呢，伊选举的时阵啊，差一趴，所以说两派哈，可以讲势均力敌啦。哦，那伊哈真有可能后摆。过来，甲这个就挑战这个尹锡悦啦，哈。那即马这个差别伫多呢？是左派啊，较亲中国，右派呢，即马的这个尹锡悦呢，较亲美国。伊就参像迄钟摆，即马摆来中国，即马摆来美国，就是即马的代志，即马情形就是安尼，因为韩国的情形呢。都是即马甲美国合作的关系吼，足亲密的。所以讲，小等阮来讲这北韩，就甲即个韩国、甲美国的关系是堪然做伙，甚至个甲日本甲佢变做足好的安尼。变做好朋友啊，唔是好朋友啦，就是讲以前的代志吼，莫阁提起啊啦。都是这款的态度啦。这种我相信讲，在这个韩国国内吼，每一个国民因的心肝内面的震动是真大吼。但是我看这个李在明吼，伊党内嘛，唔是讲大家拢讲的纯正的哦。有诶，伊在国会嘛，叫大会的时阵，家己工党的也有甲出征的哦，吼，这张老师。韩国这政治文化，大家拢知影，甲台湾其实是差足济啦。韩国历史上吼，足济这种的去刺杀这种的政治人物。日本统治的时阵，吼嘛有这个去杀日本的这个领导人物。然后咧，伊独立建国以后咧，大家拢知影上出名就是1979年的时阵，伊个总统朴正熙。互伊个这个情报局长，这个庆杀，所以这个伫这种文化吼，而且韩国的总统是袂当连任，一任啊，一任尔，所以咧，任何一个派系一个政党的总统到位以后吼，拢会强调伊本身的政策，就是伫5年的任期以内，甲做会完，甲做会完，把伊爱做的代志爱做甲了。所以咧，社会上的这种的冲突吼，甲不满的这种的声音吼，可能就比台湾这种较大。因为台湾咧拢会想，我后任要连任的时阵，还是爱上侪人支持。所以咧，政策吼较中间。但是韩国咧，我无后任啦。所以咧，我安怎伫我任内历史上吼，照我理念，照我政党的理念吼。做出会当互历史记录的代志，这对韩国的政治人物来讲吼是较重要。而且韩国是无副总统的，所以咧，任何人做总统吼，伊就是党内，伊就是伊代表的这个政党吼上大，
伊无需伊嘛有要，总理呢？对，伊有总理，但是总理无一定是继承总统的政治的地位。吼，即摆总统，顶届的总统拢毋捌做过总理，吼，所以这是韩国政治吼，甲咱台湾政治吼较大无共。而且咧，韩国这最近吼，伊咧社会吼、经济吼，一部分人吼，感觉伊咧这个无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咧，这个好嘢的人甲善起的人吼，差足济，贫富差距真大，贫富差距足大，所以咧，社会上吼，虽然伊经济即马伫世界上是足头前的，但是咧不满呢，吼，这个感觉讲，伊咧相对剥夺感足厉害的人吼，嘛足济。当然呢，伊咧这种不满就，这个放伫迄个政治人物心头，所以吼，亲像这种暴力的代志吼，定定都有可能发生。即摆是中央的政治人物啦，其实吼，伊地方的政治吼，定定啲支持者吼受拍，这种其实吼，对，其实是比台湾好较济哦。台湾即摆民主已经足久啊，所以咧，立法院受拍啦。地方上支持者想拍吼，大家已经感觉较少，但是伫其他国家吼，无一定是安尼。是，咱其实最近我也真注意到这半冬以来，韩国人吼，真侪韩国媒体吼，顶头一直报道讲台湾哦，哇 GDP 甲咱超车咯，咱不妙咯，输着台湾哦，足怨气的哦，哪会去输着台湾呐？事实上，咱看这个过去的长久的历史吼，台湾嘛曾经在6抗7抗的时阵拢赢韩国。后来到了2000年了，才输掉韩国。即摆这16、17年了，佫变过来。对咱台湾人来讲，台湾人是感觉按无还好。除了棒球会当赢，较欢喜以外啦吼。我就系讲讲，一流你安怎看讲韩国即摆目前因的经济社会，乃至到讲甲国际关系即个联动性是啥物？我想吼，即届这个尹总统起来，就这个新总统起来，其实伫国际关系来看吼，其实东亚来看，伫东北亚来看上重要，伊的政策就是非常的亲美国，这是伊对交竞争就无共款的所在啦吼。伊毋但亲美国，而且亲日本，吼过去韩国去日本统治过，其实韩国内底有一批人其实是对日本印象较无好的大部分因的即个不较多两位即个老师拢有咧讲吼，伊内底诶分野内底，其实你也正是要分不管是保守的、传统的，还是讲较自由，甚至因拢会用较进步即种语言。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左派右派嘛，这就是这互相轮流来这即种。伊的分野，伊的分别是咧啥物所在？我感觉你若讲要用一点来看，就是伊对美国的态度，到底伊是亲美，还是无遐亲美？毋是无因为伊的防卫，你基本上是需要美国来协助的，所以伊无亲美，即个较亲美，还是较无亲美？伊的朝鲜半岛的政策，就对北韩的政策是安怎？是要用较制裁的呢？较迄个压力的呢，施压呢，还是要交伊较交往的呢，还是搁要较包容的？这个分野尔，所以较多分做这两派，其实就是这两派互相多咧兵来兵去。即马即个总统过去交伊较共款、较保守、较传统的，当然是交美国较好。但是这两任的总统以来，川普甲拜登以来，你即个尹锡悦，即个尹总统啊，伊的交美国好的迄个程度，毋那是干啊。即个口头上的表示尔，伊已经到军事上，甚至美国就讲我的即个军舰，就是要来停喺你的即个釜山港嘛，就是讲足清楚的嘛，我一个航母的战斗群，就会使互你规个北韩消灭你规个北韩，伊讲了是真硬，就即个部分，所以对北韩来讲，即马即个总统已经看起来应该无可能有和解的可能性啊！就是讲，咱北韩要用迄个较软的、较过去，不管你什么阳光政策啦，要什么交往啊，北韩政策就拢无可能啊！所以即届较会讲了遮硬，就是咱毋是共一个民族啊，咱即马是两个无共款的国家，伊讲啊真清楚。但是伊要讲这进前的半年前，去年的7月，伊就有一届咧讲话时阵，伊就讲大韩民国，这是足
以前毋捌出现嘅，过去拢是南朝鲜啊，就是毋捌讲大韩民国，啊，这就是一个正式的国名嘛，啊，代表讲咱即摆是两国啊，即个部分，啊，这有啥物意涵呢？就是讲，交伊即摆的即个核武器，应该有小可的牵连啦。就是讲，你也对共一个民族、共一个同胞，你要用即个核武器，我会叫骂，你会讲较袂对，讲较袂合理。啊，你即摆两个国家了，这就国对国啊，对无？啊，你是一个敌对的，要小台的，你逐个无协和的，我当然我有啥物武器，我拢会使摕出来啊。好，啊这其实你讲这有啥物差别？其实这就是伫咧外交当中，我要甲你讲，我无爽，我要开始，我的政策要改变啊，看你有想要改变无？要叫我有可能有好无？但是对伊今仔行这个地步，应该伊已经判断。南韩即个总统的任内，拢无可能会交伊有迄种叫过去的总统，赶快有迄个和解，互相会使这个互相会使有啥物交流的即个政策，应该是无。伊对即个旧年底就是几工前的旧年底，金正恩讲了，伊南韩的统一部就直接讲啊，伊讲我即摆要监视对方，有啥物就是讲越轨啊，就是讲你无有在激动啊。我即摆要以啥物呢？我要以即个制裁，要以施压来，互伊会使就范，就是讲会使乖乖啊，会使叫伊该安怎做就安怎做。所以对南韩，伊已经看到北韩即种动作，伊也无想讲要打软啦，伊也是赶快用强硬的态度。所以即摆两边即摆拢打甲种硬，即摆就是惊有个人也无理性了，可能冲突就会发生啊。会走火去吼，这吼，小等咱搁有一大趴会来讲吼，到底南北韩即摆关系是啥？其实这头张老师伊就话讲吼，也牵涉到甲美国的关系，啊，牵涉到对着中国的态度吼。但是真济韩国人其实吼开始会欣赏讲，哦，恁台湾吼中小企业足济吼，无像阮吼，要考一个即大企业、大企业吼，考一个敢若考迄个文官考试共款吼，啊，读历史、地理啦，创啥的吼？啊，我吼中小企业吼，啊，足好春秋的。即吼真济人是安尼咧欣赏台湾呐，但是咱台湾是毋是应该安尼？哦，好，你欣赏安尼我就对。这到底应该安怎来看呢？老师？是其实吼，咱台湾吼，甲韩国吼，拢互相咧欣赏对方啦。哦，因为自即个哦，咱讲台湾甲韩国咧亚洲四小龙内底吼，拢有一定的地位嘛。吼，但是即马咧，应该是无人搁咧讲吼，咧这亚洲四小龙的这以前过去的故事啦。吼，因为亚洲的经济实力吼，应该是咱安尼看啦。吼，就是日本、韩国甲台湾吼，伊来科技啊甲产业吼上重要嘛。吼。啊，你韩国来看的话吼，因吼就是上大的财阀啦，吼财阀子啊，甲日本共款财阀来管所有的产业吼。第一上大就是三爽嘛，吼三爽啦，吼啊，咱看再来就是因的汉代集团嘛，吼现代集团嘛，吼啊，因为吼阮台经院以前是甲迄个咱三爽的研究院啦，吼，就是因三爽企业的研究院有这个合作的关系啦，吼。啊，所以阮有几啊摆去韩国去甲因拜访，吼。其实因即个吼三爽集团内底哦，有一个骄傲啦，吼，一个骄傲讲，这阮即个企业吼，占所有韩国的这总 GDP 吼1/3之济啦。哦，就意思讲，伊一个企业就包韩国1/3所有的总生产啦。卫生纸甲飞零机啦。对哦，吼啊，因内底吼，佫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为你出生，吼，甲你死亡，这规单拢三爽来包。吼，所以伊这吼，这企业吼是包括你南韩内底是包含这个包罗万象啦。包罗万象啦，吼，包含你讲吼，咱即摆讲韩国上强的这半导体的制造嘛，是三爽集团吼上厉害嘛，吼啊，所以咱遐看这手机啊，吼手机啊嘛是三爽吼，包含这较等下来看一寡数据会使分享给咱观众朋友互了解啦，吼啊，但是咱拄仔有讲过讲吼，为什么这个吼，这个伊时啊吼爱甲日本做和解？吼，因为内底有一个足重要，就是讲吼，即马半导体嘛是韩国上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啦。
但是呢，半导体顶游的这材料，也是日本上强呢。哦，啊，你若甲日本处无好的话，啊，就日本为顶头的材料甲你禁起来，哇，韩国即声就爬起来跳啊！哦，所以你就看讲，因时咧甲日本开始，开始，咱讲合好以后日本就渐渐甲伊的对迄个半导体对韩国的这个禁止的这输出的这产品有甲放零起来，有甲放较零啦啊，因背后我感觉这一个更较大的战略是美国的这个咱讲 Chip 4嘛半导体4大国的合作嘛美国、台湾、日本甲韩国4国会使合作来做这个半导体。啊，你若讲内底一个落出来以后啊，就对这个四代来讲的话，就是无解。老师，你认为这因为Chip 4或者是讲地缘政治的因素，短期之间应该无回头路啊嘛？短期之间其实咱安尼看因为韩国甲台湾最近讲经济差真济嘛其实。用 GDP 来看的话，因的 GDP 是差不多年均2022年的时阵，伊是32255美金啦小可有差别者。啊，咱是322,756啦，差不多500块美金左右啦。差到500块，我想差无食面呢，差无食面呢，啊，但是呢，理由是啥？理由是因为你2022年的时阵伊迄个韩元的汇率对美国的汇率贬值12.9%， 13%， 差伫遮贬值13%呢，就一年来贬值13%，啊，无怪伊的迄个人均的 GDP 去缩水去，救水去。啊，同款日本的 GDP 嘛你2021年下降15%，日本嘛是救水15%。这之间因为拢是 COVID-19 的时间嘛，这个时间内底唯一成长是啥？台湾亚洲 GDP 成长敢若台湾所以你都要讲为啥韩国会讲在形成台湾最近有较好啊就赢因但是我感觉讲赢你一单啊无算赢啦，敢若棒球内底真相是安尼啦你若讲世界这个情形短期我看无啥可能会这逆转，无可能，因为就是即马世界主要潮流就是迄个制造链嘛，供应链重新刷出中国嘛，reshoring，咱讲即个就是刷去较共款有共同咱讲 like-minded 啦共同意识的国家甲咧民主国家安尼所以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咱台湾刷了较紧啦。即个韩国南韩伊即马阁有一大堆困你中国煞无啥会出来所以伊即拍落来看因讲因家己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啦，因为伊叫中国甲地调啊因为伊即真侪即个产业拢是变讲中国已经要超越伊比如讲面邦啦，面邦你会记得咱有一摆差不多2008年的时阵中国你招这个世界所有的这投资者包含这美国甲日本甲台湾去这个北京中关村去投资这个7大这个面邦厂，哇！迄时阵呢韩国哇敲锣打鼓来，阮走第一，叫因走第一，结果韩国因遐投资上济啦。半导体嘛同款，半导体是2010年的时阵这个。Intel 甲迄个联电阁有迄个韩国的Samsung Hynix 去北京遐投资嘛是同款因投上济啦，所以伊即马卡伫即条啦因即马卡但是咱来看讲，他说连议长所讲的，到底甲北韩的关系是安怎？北韩的领导者真正因伊顶礼拜六的时阵表示讲，南北韩是敌对的关系。
是无可能统一咯。那么，佮讲哦，局势紧张，随时可能会烧战。啊，那南韩这边呢，伊总统的态度呢是达成的，讲今年的顶半年会甲完成哦，韩国甲美国加强共同防御的机制，那么封锁着北韩的这个核主的武器的威胁。咱头看到吼，这个咱北韩即摆这个情势，其实对台湾人来讲吼，有当时拢甲金正恩吼，伊个吼讲话也好啦，还是伊的政治动作，因为看足久啊，有当时会甲滚生笑，吼讲啊，这个金小胖啦，安怎都安怎啦。但是嘛有一种看法是讲，其实伊在这个大国之间吼，摕这个冲天炮也好，摕这个武器也好，武得真好。啊，有通啊，这安尼呢？唐医生，你安怎看？跟这个金小胖吼，伊是一个安怎讲的？实在是一个枭雄啦，哦，枭雄的意思是讲，伊唔惊啦，啥物拢唔惊啦。伊讲要来战，阮就来，哦，嘛核子战啊，啥物款的战争，伊拢唔惊啦。啊，假使讲你这个人哈，已经心内有这款的准备哈，这款的想法啊，啊，你的做法哈，哦，甲别人无共款的，因为哈，伊伫北韩内面，伊就是无可争议的一个领导人、领导者，无可能有人来挑战啊。对，无可能挑战，就是讲，伊今嘛就是讲，我要安怎，我就要安怎，哦，所以讲，伊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哦，足大的。我听到一个中国的学者甲我讲吼，伊讲这北韩吼，伊摕我的，食我的，啊唔听我的，食我的，摕我的，无听我的。啊对，伊是讲北韩安怎讲？北韩讲我是你的前线，我是你的堡垒。美军伫南韩，假使讲吼，你无甲我支持吼，你无甲我支持，我就惨啊，我就死啊，我死啊了后吼，你嘛该遭殃。不是美军吼，伊徛着鸭绿江进行，啊，看你要治无？伊就是用这款的，安怎讲？迄是叫威胁，甲压榨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你看你中国人，你要安怎？啊，就看到这个都唔知要安怎，还是要给他可以弄什么粮食啦，什么啦，拢爱可以，个是你来帮助我的，我当然我是讲我要来甲你支持。所以咱会当讲，这个精神是真特别的，过去足特别。抗美援朝这件事，就是这个传统一直留落来，会使安尼讲吗？真侪问题。哈，上大的问题是讲中国甲南韩1992年建立的外交关系。系啊。哦，迄个当阵哦，迄北韩哦，伊讲哦，你甲我背叛，你甲我放杀。哦，也拼命的，哦，迄时阵差个不可开交。啊，了后呢，又讲好，你甲南韩啊，我呢，我就甲你反啊，甲你并。迄个时阵哈，迄个苏联啊，拄则垮台，拄则无。所以无其他的老大。也无老大，所以讲核子武器是伊的。也核心核，系对，就是讲，伊是为伊的爸爸甲伊的阿祖留落来这款的合作，存在，伊是讲，这个武器哈是我的核心核。大国，中国也好，苏联也好啊，俄罗斯嘛好，伊拢袂当信任的。会当信任是啥物？是我家己，我家己是啥？我的核子武器，迄个是上好的
伊的材料，伊甲中国嘛好啊，美国嘛好啊，南韩好，拢摕这招，拢用这招，啊，这招佫有效。但是我们请教张老师哈，因为即马地缘政治哈，像头头统一长也讲，在92年也好，乃至到即马地缘政治也咧改变吼。到底对这个金正恩来讲，难道就是一世人都摕出这核子武器吼，做护身符，安尼就可以吗？我个人认为吼，北韩的金正恩吼，伊上关心上重要的两件代志。第一是接班，就是以后哦，这个尹查某囝会当继续领导北韩无？就是国家是毋是继续有伊的权力？金氏王朝。对，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伊上关心的代志，因为所有的人拢知影，即马韩国对南韩，不管是军事、经济、任何方面，拢比北韩强太济啊！而且咧，罗西亚嘛好，中国嘛好，啊，无可能去支持伊发动战争去拍韩国，这是一定的。即马中国甲韩国虽然几项年来关系有较歹一点啊，但是贸易、经济合作还是真大，绝对是比中国甲北韩的合作大不止偌济倍啦。所以发动战争吼是无可能，除非伊无理性。所以正常状况之下吼，伊烦恼的代志，第一是会当接延续无？延续无？第二咧，就是吼，伊惊毋是北韩，是惊讲韩国吼把北韩统一，因为北韩的人民吼，即马21世纪啊，大部分的人吼加减嘛知影，中国的经济比咱国家较好，而且咧去到中国的北韩的人民吼，加减嘛知影讲。韩国的经济甲发展吼，嘛是比咱国家较好，这是无可能100%主动的，大家知影。所以咧，伊烦恼的是吼，韩国是毋是会和平的方式吼改变伊和平演变。所以伊烦恼的第一就是会当延续无，第二是毋是惊韩国演变。所以咧，伊即马讲，咱是两个国家无讲统一咯，其实吼。是甲韩国讲吼，恁着过恁家己的代志就好，莫来甲我挑战。吼，实际上吼，我本来虽然看你是敌人，但是大家拢知影，我重要的也是我国家本身的生存甲发展。所以咧，韩国我看吼，即边经常是讲即种话吼，韩国的政府、韩国的民间、韩国的即个新闻吼，无讲足紧张的，因为。实际上的形势，大家拢看得足清楚。当然啦，北韩一部分的武器甲科学嘛足发展的，即个太空啦、飞弹啦，这是当然。但是咧，真正爱战争无可能靠这几项武器，即个大家拢足清楚。所以我对这种未来和平的发展还是较乐观。你较乐观？我较乐观。那议长你安怎想呢？因为也真侪有这种历史的假设啦，就是讲，你北韩哪会无爱亲像中国在顶世纪的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来改革开放，你同款会当在文化社会控制啊经济来发展，生活一代人富起来，才慢慢来改变。伊到底因的这个思维是啥物？还是讲亲像张老师所讲，无喏？我第一要求是，我先求无伤身体，我甲这个王朝甲延续落去，我接班人会当好好去。因到底是安怎想，还是讲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我的护身符，安尼而已。以国家来讲，国际关系内底，国家当然嘛是求生存甲求发展，会使生存，较会使发展。对这种权力较集中的这个国家来讲，伊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伊就爱伊的王朝、伊的接班人爱顺利。伫咧民主国家，你只要这个政党会换嘛，你只要是这个国家无外来的侵略，安尼就好啊，这就是伊的生存。所以像这个北韩这种权力较集中的国家，伊就加一项爱先去想。第二点，较多大家会看讲伊迄个旧年几工前的年底讲的安尼，看起来敢若大硬。我要讲，伊是伊
伫地缘政治内底，伊是一个占着一个足好的位置，因为伊较安怎，中国甲俄罗斯拢袂互亲美，也是美国的势力去甲占北韩迄个所在。所以北韩伊家己嘛知影伊家己的位置真好，所以伊有啥物欠的，伊就甲中国、甲俄罗斯讲，我也无去，你绝对袂较好。因为老师嘛有来讲即个部分。第三点就是讲，你感觉伊感觉较硬，事实上你应该是讲，我即马就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过去你大家拢共一个民族，有可能两边拢会发动统一的战争啊，对无？你不管北攻南还是南攻北，拢有可能的战争。即摆我也变做两国，就是国对国，适用国际法的部分啊。所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互相田无高，水无流，互相我就是我北韩，我就过我家己的生活；你南韩，你就过你家己的生活。安尼你会使接受两边就和平啊。问题即摆就是个南韩，伊即摆南韩真清楚，伊是要。主张统一是讲统一要安怎统一，要当时统一，伊无讲尔啦。但是伊统一部嘛，伊有个统一部嘛，对啊。伊讲甲统一部，伊佫讲甲佫清楚嘛。咱陆委会是处理大陆事务，是要安怎处理，佫毋知嘛吼。你会使处理这空间就足大嘛，看这会使解释。但是南韩是叫做统一部，所以真清楚，伊的国策就是要统一嘛。统一是要用啥？我想南韩对以前的这个东德甲西德这两个你来看，你也正是互你统一，你的经济有法度挡会掉无？今日拢总共拢无战争啦，就北韩互你统一，你的经济有法度站会掉吗？我就讲甲你数我打。对，你家己嘛爱先算啊。所以即马讲这个两边，不管是啥物咧讲统一，拢是一种想法啦，一种意图啦，啊是种我的心愿啦，好，迄都是一种这种比较虚幻的啦，好，所以讲所以伊讲安尼听起来，咱外口听起来，对伊的话字来讲，对伊的态度来讲，看起来是敢若较紧，看若较紧张啊，但是事实上，你应该就过去东德，伊就是做伊家己的国家，其实我感觉伊即马咧做，北韩咧做，敢若东德共款。我即马叫你，毋是共一个民族哦，毋是共一个国家哦，我行我家己的路，我叫西德就是两面啊。这个汤议长应该伊是上清楚的，伊德国问题专家。哈是。德国统一的时阵是一箍，毋是1990年，900年，迄个时阵吼，韩国人吼去遐调查，学习啊，就惊着啊！我讲哦，太贵啊，我开袂起，一箍敢若对毋知几箍去。伊讲我开袂起啊！伊讲我免啊，莫讲这个统一的代志。伊讲统一，伊的统一部是讲国土统一部啦。国土统一部敢若一个招牌尔啦。伊咧做研究，做研究的，拢有啦。要按照敢若咱以前的公共大陆设计委员会，对，差不多是安尼啦。就是讲，伊看到德国的案例，伊讲看了会惊吼。看到惊我记迄阵敢若一箍马克，毋知换几箍。一箍变一箍啊！一箍变一箍啊！所以损失真济呢。对啊。所以我延续这个问题吼，我来请教郭老师，咱都这金正恩无咧想讲，我来改革开放，我来文化社会也定较暗的，我来有中国，我会当先补起来了，我才会讲甲你比拼，因无这种条件吗？我认为吼，北韩伊有伊的生存的办法啦，吼，伊是暂时是欠粮食啦，吼，但是伊有足侪资源，大家吼应该是会记的啦，吼，咱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2000年至2012年这之间吼，其实台湾有甲北韩做生意哦，吼，因为为啥讲？迄时阵北韩甲南韩吼，无遐针锋相对啦，吼，所以其实真侪咱台湾吼，就试过做生意嘛，吼，去迄个北韩去啥？去饲有诶无诶啦，吼，咱比如讲饲鱼啊啦，吼，饲迄个鲍鱼，吼，饲鲍鱼，吼，饲迄个龙虾啦，吼，遐有诶无真济啦，吼，还有啥去饲羊啊，
饲羊啦、饲牛啦，真侪拢去北韩。但是呢，北韩甲咱台湾买啥咧？买科技的物仔，电脑啦，买因迄个金属用因的社会钱用的真侪物仔，后来咱台湾有去美国甲咱禁过过，自以后就是因为迄个北韩的试车飞弹，试车飞弹以后，美国甲禁运啦、禁运啦，所以咱台湾就无啥为北韩去。我会记得有一摆有一台迄个北韩的游轮啊，入来高雄港。结果呢，迄件代志就讲，差不多这是差不多2016年的时阵入来高雄港，结果咱讲袂使，无爱好加油，搁较赶出去，这是一个足 sensitive。但是对于经济来讲我认为伊即摆为虾米北韩敢想要打这个我都甲3位老师的意见拢共款。因为呢，西方咧乱嘛，你即马乌克兰战争还未结束，迄个中东嘛开始咧乱，唯一即马世界看起来较无动荡的是亚洲啦，所以呢，伊是拄啊讲国成老师讲，有上好的位置啊，伊即马安那花，美国绝对讲，你先莫闹，你先莫闹，私底下可能拢中国嘛爱互一寡，俄罗斯嘛爱互一寡可能呢。南韩表明讲起来拢大众的啦，私底下讲，你先莫闹因为呢，主要在世界供应的主要即马是亚洲咧供应啊，所以世界袂堪的讲亚洲若是讲小战国开始的话，哇，那世界大战就倒起来嘛。老师若像安尼你咧讲咱以后是毋是大概若看到金正恩那咧社会弹啦，还是咧讲啥物话，咱会当甲当做讲伊搁咧讨米。我完全甲同意。统计内底是安尼，统计内底是安尼啦。尤其是即马头拄啊高老师讲的，我完全同意。因为即马全世界拢看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拍到即马两边损失经济偌济千亿美金嘛，全世界经济拢受到影响。以色列去甲哈马斯战，全世界经济嘛受影响，所以咧援助北韩讲实在，这种代价比战争的损失搁较少，减太济啊啦。所以虽然伊足强的，但是咧私底下甲伊援助，全世界无一个国家会反对讲你去援助什物这个足善车人民啦，讲领导啦，这个拢无问题啦。援助5亿、10亿、100亿美金嘛，比战争的损失是啊，减真济啦。这个时阵，南韩、南朝鲜、大韩民国，敢会来反对嘛？联议长？反对除非我要甲你统一的话，甲你电死，毋是较好。我想美国的态度真重要啦。美国的态度，即任的政府甲后一任万一啦，川普起来。是不共款的，因为川普伊会使伫咧2018年的时阵会使愿意交伊见面，会讲伊迄个会使交伊的迄个弹性啊，迄个较大。但是讲今仔日确实会使达成美国的目标，伊甚至交伊见面，拢无什么要紧，这就是重点。问题是说伊的目标是啥物？伊的目标是啥物？即马就是看。即马伫咧即个川普卡苏啦，伊也起来，其实伊真清楚嘛，伊对即个乌克兰甲迄个俄罗斯的战争，甲迄个以色列，伊拢讲即个战争伊要结束，甚至伊对参加国际是较无趣味，伊爱参加是啥？对美国有实际利益的代志，这伊有趣味。即马过来北韩，伊要安怎处理？就是美中即组关系是安怎？就北韩会伫咧美中即组关系内底扮演啥物角色？你我5块，有啥物角色来决定北韩会价值啊？伊定定拢会，相当于即摆伫国际的出现，就是大家上重要就，互国际莫放袂记进，伊还佫存在咧，伊像刚才两位老师讲，伊大概你也看伊有国际事件的时阵，大部分就是伊有话要讲啊，伊有话要讲，你也敢若用讲话做咧无人听伊啊，武器摕出来。大家就看会到啊，看会到了，伊较开始讲伊想要创啥，
啊，大家就听有啊。啊，你愿意出价的人，你啊以这两届战争来看，要援助的迄个数目量是足低啦。所以这出这个小钱，嘿，出这个小钱是无问题啦，会使避免一场冲突，也是讲避免一个，莫讲啦，莫讲冤家就好啊啦，就会好啊啦。所以，还有一个原因啦吼，就是讲即马咧，即个南韩的总统是尹锡悦，尹锡悦伊对着北韩的态度吼，足强的。伊讲我一定要安怎要安怎啊，甲以前迄个文在寅是。拢无共，因为北韩出身的。文在寅是讲，阮来担大盘，哦，啊，即个尹锡悦啊，毋是啊，啊，伊讲伊就吼，甲美国伊家己支持啊，美国使两条迄个核子潜舰，使去给他动掉，啊，即个都对北韩都真大的威胁啊，所以讲安尼，即个金小胖甲无甲安尼啦。不过安尼讲，我即马要安怎，要来放鞭炮啊，要安怎？所以讲这是两边的一个互动的结果，都毋是讲，因为就是讲，这个金小胖，这金小胖吼，伊是无啥物变啦，伊就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是讲你即个尹锡悦甲以前迄个文在寅，因两个变化真大啦。但是我一个亲中，一个亲美。我来替一般的观众朋友吼来问四位吼，上后尾至少7、8分的时间哦，就是讲国际上吼，我摆两架核子涨水弹吼，放伫遐啦，啊我也无发射，我干那甲你惊一下、吓一下，啊对我国、对我北韩，我照常食清，我嘛饿嘛是饿，我食饱嘛是食饱，吼，只是民主较歹看，吼，乃至到讲，你变做互我借口，通好互你讲，好你唔通，好我要甲你拍，我则甲你跳5角，再跳5角，就是安尼。啊，颠倒唔是去互伊借口去，敢会使安尼想，张老师？这个就亲像即马要过年吼，每一年过年的时阵吼，这个警察拢讲吼，假使你要领啊足侪钱吼，会当请警察给保护，吼，这是完全共款的意思。其实上警察出现吼，就代表讲。所有人吼，莫乌白叮当，所以咧，美国嘅浸水舰也好，即个其他即个军事嘅力量吼，拢是希望北韩莫过叮当。但是实际上北韩吼，重点就是靠伊咧武力来威胁以后咧，摕到其他方面嘅流步。我认为吼，这是过下10年以来吼，伊根本嘅目的，伊咧部署。重点还是头拄啊主持人讲的，延续伊的政权，因为咧，即马甲伊过去的状况无共，因阿祖因后爸到伊吼，至少吼，佫有一个震动性，就是拢是查甫人，吼一个王朝，讲实在伫亚洲吼，查甫人来继承吼，较实款。但是咧，伊即马看起来吼，未来的继承吼，因为因咧查某囡仔足细汉的。这是毋是会引起其他即个高层的官员，甚至于伊小妹，吼，因咧其他将领的不满哦，这实在是过去毋捌拄到的一状况。所以伊到即马来讲，当然吼，伫政治上吼，就爱采取吼较硬的即个姿态，这是一定的。但是实际上的政策吼，绝对无可能讲到发动战争啊！伊即马发动战争吼。颠倒是互因内部的不满，甲即个将领高层的官员的不满吼，结出来，这对伊来讲吼，我感觉是不利啦。是，老师，院长吼，咱对南北韩的这个关系，因为咱就知影讲，美国并无这个 One Korea Policy， 吼，我不管你是南条线、北条线，你就是拢 Korea、North Korea、South Korea。咱对因的政治，还是因的经济，甲世界地缘政治，对咱国、对咱台湾，吼，还是甲两岸关系，到底有啥物可比性无？通好来做一个照镜。其实吼，南韩、北韩其实尤其是较早讲的即个南韩，我感觉北韩基本上我也较同意伊。无啥物改变啊，伊就是求生存、求发展啊。伊生存了，伊就会再发展。
啊，外交因为伊去用孤立，所以伊就爱第一爱先互大家知影伊还个存在，第二个爱用啥物方法互伊大家感觉伊的存在，就是用军事武力。军事武力大家拢有啊，安尼无啥物稀罕啊，甲人合资武器。所以敢若即个物件，当然伊去找到即个物件，就是会使互大家注意到伊。所以伊大概也要讲话，也是要创啥，伊就是发射飞弹嘛，啊用发展核子武器的即个方法的即个部分。啊，即个部分较多主持人讲，这就是南北韩有啥物会使互咱做两岸会使照镜。我是感觉讲，因为这其实以即马来讲，就是 G2 嘛，即世界内底就是美国甲中国这两个，所以即马世界大的即个趋势，就是这两个国家要安怎来看即个世界的即个部分嘛。啊，咱不管是日本、南韩、台湾，其实都是伫咧这两个大国当中，你求生存，就是都在求生存，就是讲你要交对一边较亲一点嘛。啊，这就大家国家采取无共款的方式，像较多咱来讲即个尹总统，伊对交进前足无共款的，就是伊完全亲美嘛，完全亲美。啊，过去大家就讲，我较早讲的就是讲，大家无迄个无亲美的空间，就是讲亲美完全，也是讲较无安尼尔。啊，即马即个总统完全亲美，互北韩感觉伊完全无机会会使交南韩即个政府，会使有任何会使。和解的这个机会嘛，所以伊当然讲较硬，但讲较硬上重要就是为着伊家己的生存。我是感觉最后就是咱国敢有完全无亲密的空间？完全无亲密的空间哦，应该是无吧？应该外交讲的就是交大家做朋友，所以理论上是亲什么人较济咧，亲什么人较少咧，应该毋是完全无法度，对，安尼对。国家生存来讲是不利的，颠倒较无安全的，颠倒较无安全。对了，郭老师，咱台湾吼，其实对这个川普总统以后吼，其实咱态度咯足明显嘛，对不对？因为上少美国老大件，美国有甲咱应该讲你这个国际这个吼，这地位啦，吼，地位是有提升啦，吼，无以前无人要插台湾嘛，吼啊台湾咱无人插嘛无要紧，咱就点点啊做生意啊，是毋是？哦，但是咧，你家看，自川普以后，其实后来吼，台湾有法度变做吼，咱比如讲哦，全世界的半导体爱靠台湾嘛，吼，啊全世界这个 AI 产业嘛，吼。即个电动车产业嘛，电动车第一代嘛是为台湾做出来嘛，所以从这个局面才互台湾去互世界看到，吼。但是呢，在以前吼，我讲顶一摆应该讲2012年的选举的主张，吼，大家毋知会记的吼。咱主张是为世界，吼，咱是行入世界才行中国，吼啊，国民党的主张是先行入中国才行入世界。有两种无共款的主张，吼，所以第一种主张来讲，咱先甲世界吼其他国家做朋友，就是头仔伊就所讲的，小可亲密，足亲密，这种两种。其实咱台湾吼，应该说自二次大战以后吼，你无迄个无亲密的空间啦。哦，你敢有讲，可能讲但是头仔郭老师你讲先进中国。才去美，才去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嘛，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嘛。哦，安尼啊，亲中国去，你就中国锁掉，你就无资源嘛。因为中国伊的主张是，台湾无应该发。